李思嫣甩底，未有出席電台節目嘅訪問，反而突然到旺角警署報案，只係星期日集會前後收到死亡恐嚇。粗口之後就係要即係攞我性命啊，同埋即係叫我收聲啊，即係叫我唔好咁多嘢講啦，同埋就係即係會搞我屋企人啊，即係咁嘅意思啦。我要報咗警先啦。咁如果真係我有咩事嘅，我起碼都係做咗個 record 先啦，係咪？咁我諗就算我有咩三長兩短，保險公司都會知道我真係報咗警啦，係咪先？我諗呢樣嘢喺我嘅人身安全上面係需要啦。李思嫣又指喺集會期間有人破壞聯會嘅講台，喺佢打算發言嘅時候又拍打佢嘅手腕，對此感到難過。佢又促請林慧思向警方同埋當日俾佢鬧嘅警員道歉，又強調唔係刻意唔上電台節目，就唔係話刻意。咁我跟住就叫朋友打電話去，就入唔到線咯。即係打翻電話俾嗰個助理啊，有個小姐俾個電話，咁跟住就我想再打嘅時候，就港台嘅電話打咗過嚟俾我，我接咗，就所以我做咗港台嘅訪問咯。應邀出席同一個電台節目嘅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就對李思嫣無聲缺席感到失望，又指個別人士喺集會挑起事端係非常大嘅不幸。我都覺得我睇唔到呢有一個好強烈嘅理由呢，佢點解需要做呢樣嘢，亦都呢見唔到呢係有好多嘅家長嘅有代表性嘅家長組織呢係一齊嚟到去做呢件事，所以整個即係尋日嘅香港家長聯會嘅呢個行動，又有幾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到香港嘅家長或者家長教師會組織呢？我覺得呢個係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嘅嚇。咁所以咧喺尋日嘅言論當中，特別咧佢講到咧就係即係呢個叫阿林老師去睇病啊，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幾嚴重嘅人身攻擊嚟。葉建源又認為退休前休假嘅警司劉達強高調撐場，有違警察嘅政治中立形象。劉達強就指自己已經退役，而警例只係規定警務人員能夠參加涉及選舉嘅政治活動，唔擔心影響警隊形象，又強調自己唔屬於任何團體。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葉曉南報導。